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每周六的礼拜六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那好不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静音或转为震动。那在今天晚上，不管你是在直播现场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实体礼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敬畏神的心，用一颗愿意为主来摆上的心，一起来敬拜。那我们亲近神，我们的生命就要再次得着那生命的祝福。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生跟随你。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们一起对主说：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更多深跟随你。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我们一起再次对神说，我们来跟随他的脚步，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唯一的渴慕，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我唯一渴慕，一生
与我们同在的生命的时候，我为一棵木，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力，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求，恳求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透过主你的宝血，能够再一次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造。我们更需要时常来到神你的面前亲近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的生命愿意归向你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生命是有智慧的，我们生命是不一样的。恳求你再次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再次引领我们的生命回到神你的面前，再次对主说：主啊，请你差遣我，让我的生命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学习主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主，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这时候我们邀请各位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用奉献，为要能够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神，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不管是生命的产业，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富足的。好，我觉得我非常乐意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赏赐非常富足的。你们有没有阿们？当你愿意奉献，当你愿意给人更多，其实上帝就补足我们。所以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的功课哈。好，来那个云姐。好，我们请嘉欣。好，我们请子安带我们做祷告。好，感谢天父上帝，每天赐下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无论在我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当中，都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要奉献我们一点点的金钱，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将这些奉献能够使用在属于你的圣工上面。我们将以下我们聆听讲道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上，让说的还有听的都能够得到你的赐福。阿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愿主的平安大大赐福你。愿主的平安大大赐福你。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脱离被害者循环。那这个主题非常特别哈。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哈。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节，加拉太书4章19节，我们谈到一个保罗在对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分享到说，我小子啊，就是说你们这些朋友就像婴孩一样哈，就是说我小子啊，弟弟呀，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句话他讲到一个非常特别，叫做等到基督成形。他为什么不是说不是基督，好像说只等到你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意思是什么？什么是基督？
基督就救世主嘛，好，对不对？就说救世主的这个形象在你的心里，是救了你这个人吗？不是，他是说什么？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只等到你们有基督成型的样子在你们心里面。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可不可以像基督一样，带给别人祝福？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好，所以其实我就在想，如果保罗他只是在讲一个让他感觉像耶稣会服务人，然后会医病赶鬼，然后感觉只是一个能力，那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好再去深入探讨的。可是我觉得保罗他说再受生产之苦，他愿意为了这一些加拉太的人，然后再受生产之苦，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形成像有基督形象的样子。那么我就在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基督的形象？你现在有没有感受到你自己有没有像基督的形象？还没生出来哦。好了，还没生出来没关系，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你会觉得每一天过得你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还没有生出来的过程里面，你会很难过，很难受。所以我曾经帮助一些青少年，陪伴他们。这怎么讲都公家脆口转坡啊他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你知道那种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保罗在说的，我很希望再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期待你们真的有那个基督的形象。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期待你有基督的形象。期待你有基督的形象。再跟他说，你要努力，要好好努力。好，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现在的教会，应该要好好去牧养每一个信徒。所以我就在想。那个我的母会，我的母会为什么有一群年轻朋友，他们是国中生他们竟然有非常独特的那个领导能力啊？那我就在想说，那这些国中生他们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他们怎么样跟我以前在我自己的母会，我记得他们好像都不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他们的教会有这样子的文化的产物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在想，难道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应该这样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教会的基督徒好像就是关起门来好像很怕自己的生命去显露出他的生命的好，显露出他的生命的能力，显露出他的生命的祝福。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我们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信的人会越来越不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他一生就是都很不信他说：“够衰，我出去跳车弄掉，买一个物件钱胖去，有没有？还是骑脚踏车又被车撞？有真的有这样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觉得不信的人会越来越不信。可是呢，我就要想。每天都在抱怨的人，到底他怎么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在基督徒身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有啦，其实有啦牧师在跟我们的同工在关心弟兄姐妹身上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曾经也有人这样子，可是当他知道我们告诉他，你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你继续抱怨下去没有用。我们只想要问你一件事情，我跟同工就告诉这位姐妹，你有没有祷告？有啊，牧师，我有祷告啊。他说：“来，你来带我们祷告。”我们都知道，他祷告下去我说：“主啊，求你让我遇到这件事情，让对方怎么样，让他怎么样。”我后来就想一想，原来这就是抱怨的人。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时常也在抱怨。有没有？有他抱怨对方对他的不好，所以求神怎么样惩罚他？这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是一副非常楚楚可怜，甚至激发我们会同情他。有人是这样，我们同情他了，可是呢，他却习惯将一切不幸的事情都会去怪罪别人。
这是有的。然后呢，他会去开始想啊，我就家庭不好啊，我原生家庭就这样啊。云姐，你不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啊。原生家庭是什么？不代表你就是这样啊，懂我意思吗？上帝爱不爱你？云姐，上帝爱不爱你？上帝就是爱你，让你有机会进到大桥教会来呢，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爱，你会一直存在在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我楚楚可怜，我需要人家帮助。但是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这种人，你不要成为这种人。好，我告诉你，处处你都如果出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受害者的姿态，你就是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来下一页，那个受害者的心态。所以什么是受害者？就是我们刚讲到的那个被害者。这种心态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都有，其实包含正常的人也有。有一位这个与拥有受害者心态的人交流的同时，我们通常会怎么做？我们通常会怎样？我们其实通常都会感觉到非常无力感。有没有发现？当我们遇到这些受害者，他们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人、悲惨的人。基督徒，当你跟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有无力感，会不会？会。可是当你有无力感的时候，如果你不自主的发现，你也投射在你自己身上。在教会服侍有没有常常这样？有。我们服侍久了啊，这不好啦，这群人就是这样啦，所以我大概就服侍到，我现在也几岁了，我大概就是到这样。牧师，帮我换一下工作，我大概就到这边为止。因为他也不愿意继续下去。其实这种循环就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形成，包含我们不是受害者，可是无形当中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被害者循环里面，我们也跟着怎么样循环下去了，这样懂吗？所以为什么牧师说，其实在我们要脱离被害者、受害者的心态太重要了。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他就是一直在赚大钱呢？即使他没有赚大钱，你也觉得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啊，甚至不断的怎么样？他就是非常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啊。可是那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其实他很期待跟人家在一起。可是他每次他都是站在远方说啊，他就是这样。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跳进去那个环节里面，因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懂了吗？因为他没有人喜欢他这种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苦衷。跟你旁边的人，上帝知道你的苦衷。上帝知道你的苦衷。所以呢，这样的人，他们很容易被迫接受生活里面经历的一切不幸，而且呢，却找不到任何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基督徒有没有？有啊。所以你时常告诉他要喜乐，他说我就喜乐不起来，你又不是我。有没有？基督徒就有这样啊，对不对？他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啊，他所经历的那个困难，实际上是上帝给他的学习跟磨练啊。甚至呢，他们的谈话当中总是说：“我好不幸哦！”每次你只要聚会的时候，一个礼拜他只要来一次哦，你就开始发现他开始murmur了，讲一大堆他这个礼拜发生多么不幸、糟糕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帮助信徒，甚至包含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我们怎么样告诉他们，你不要再沉浸在自己的被害者的心态的那个循环里面。最后，这种人呢，他们时常会怎么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力感，非常具有传染性。他多么希望把他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告诉你的好朋友，然后呢，你的好朋友就怎么样？就会联合跟着我去对付那一个人，结果我这个好朋友就产生了什么样？跟我一样，他就被感染了。但懂我意思吗？反正呢，这个感觉只要有人跟我一样，我就心里就舒服了。所以呢，即便只是一个非常高兴的谈话，你的好朋友都会被你影响了。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正面的影响力的人。
你要做正面影响力的人，懂不懂？即使你再困难、再痛苦，你要记得，谁会帮助你？上帝都在帮助我们，懂吗？云杰，上帝有没有帮助你？你要记得，上帝在帮助你。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右边我们念右手边的现代中文译本。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我的诺言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提摩太所传给你们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位是而又非的，相反的，他就是上帝的是字。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为是了，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上帝向你我保证，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他的印记，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担保。好，这里讲到了保罗他说，在基督里得救的生命是什么？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正确的？是，那是是的，不是不是的，也不是是而又非的。好，今天是，明天就不是，懂吗？上帝既然救了你，不会说我这个礼拜、这个礼拜、这个月感觉很好，感受到上帝的救恩，下个月又感觉上帝没有跟我在一起。云姐懂吗？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是无时无刻都在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的救恩就像保罗所说的，他的信实，他指着信实的上帝说，我的诺言并不是是而又非。好，所以呢，他不断的告诉希拉跟提摩太新的传道，他的好同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位是而又非的。他教导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传道人，告诉他们。所以他这里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实际上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赏赐了一个叫圣灵。这个圣灵它是什么？在22节说什么？我们再看一次哦。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他的印记，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担保。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圣灵的担保？圣灵的确据，圣灵的确据有没有听过？好，圣灵的凭据，好，这希腊文叫做 arabon。arabon 的意思叫做分期付款的第一期付款啊，作为以后要付的款项的保证啊。假设上帝要赐恩典给你，他就先赐给你圣灵，这样懂吗？这个圣灵就是一个担保，好，印证，就说你是属神的儿子，以后我要继续祝福你。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认为，他认为我的救恩就只有今天，就只有这个月，就只有一段时间某一个时刻，心情好的时刻。可是这个救恩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祝福你这个人，因为你继续犯罪。因为你继续把上帝当作上帝啊，你都不在我身边，继续就像刚刚牧师讲的那个受害者的心态。如果你一直让你的生命处在这样的生命里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一直得到祝福的。好，你会断断续续的得到祝福。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很特别重要的，圣灵在现在我们帮助我们所度的生活，是帮助我们在天上蒙福的首次付款啊！你要在天上对，头期款，对，这样懂了吗？所以不要认为说基督徒不求圣灵啊！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一个圣灵的印证，不是说有些人他就单纯只有讲说我已经信主了，我有圣灵的印证，我不用怕鬼，单纯这个而已，不是这样。单纯圣灵的印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除了让我们不用害怕那些鬼魂，但是我们还可以知道，未来我在天上，我只要保持的这个信心，对上帝的爱，然后为主做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圣灵的引领当中，在付了头期款，未来上帝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要接踵而来。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经验，它实际上是没有替代性的。你相信吗？经验有没有替代性？啊？好，经验没有替代性的，意思是什么？假如这个人他有经验到这样做是对的，经历到上帝所给他的祝福，然后带来了改变，他把这个经验带给了你，你说啊，那是你的经验啊，那不是我的经验啊，懂我意思吗？我所谓的经验没有替代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经验在他身上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这个经验你想不想学习？其实你是需要学习的。你不要认为说啊，那是你的经验呐，懂不懂？好，那不是我的经验。如果不是你的经验，你就要好好祷告啊！你要好好祷告说，主啊，我也期待我能够跟他同样有同样的经历，那个就是经历神的过程。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办法看清楚说，原来这个人的生命那么受祝福，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到他，我们一直处在自己那种被害者的心态里面，那你就没有办法蒙福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了解，我们想要能够实践一个好的理想梦想，我们就必须要一步一步跟着验证过的步骤，那个经验去怎么样去操作，去侍奉神。所以牧师鼓励各位，跟你旁边的人说，把你的好的经验传承下去。把你的好的经验传承下去。你必须要把你的好的经验传承下去，你要去传给你的好朋友，传给你的家人，把你的好的福音去分享给需要的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上帝非常的喜悦我们，期待我们。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就必须要跟着福音过去的这一些信仰的伟人，他们曾经的经历，去感受到圣灵所带来的奇妙工作。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曾经在分享，他说做了一个比喻，他在中国传道，然后他在传道过程当中，他就对听众说，他说请你们注意看哦，我手上拿着是一张纸，它有自己的特征，好，有这张纸的特征，然后呢，这是一本书，是不一样的，一张纸跟一本书不一样，我将这张纸放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我把它寄到很远的地方，请问这张纸到最后跟这本书有没有同样带给了这个人？有没有？有嘛，对不对？就夹在一起就寄过去嘛，对不对？好，他就说了，他就说人的生命跟主耶稣的关系有点像是这样。我们在看神的话，你的生命有没有就像这张纸一样，跟这一本书怎么样夹在一起？还是你是不一样的生命，把它分开来的？那是不同的。所以基督徒不要把我们在世上的一些苦难、苦毒，一直放在心里面，让你的生命是一个没有见证的，而且是没有盼望的。甚至你也觉得那是你讲的，跟我没有关系。好，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知道，经验没有替代性。不要认为说那是你的经验，不是我的经验。过去牧师曾经带过青少年，我也经历过。有些教会他们的青少年是没有复兴，我也经历过。上帝让我曾经带领的青少年有曾经到40几个。上帝也再一次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完全没有能力。可是神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人受害者心态带给的人的群体反应是那么的大。可是当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把他的孩子说，牧师，我的孩子你就管教他吧，好好的管教他们。我说好，你说的哦，那你就好好顺服。你的孩子如果我骂他，你不要怪我，好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你知道那个过程是真的差异啊，有愿意跟不愿意的两个的差别，一个就是复兴成长，一个就是怎么样没落。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人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是穷？有可能啊。假如他继续在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他永远没有能力，懂了吗？可是他如果相信神要赐给他有能力，让他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赚钱，他会不会得救？会啊！这个礼拜天啊，这个礼拜哈，我在一个年轻人哈，他骑着跟牧师哈，就搭着我的车。牧师，你这车好好坐。我说对呀，可是牧师换过好几台。他就说你怎么换的？我就说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好，换车也要智慧啊。当我跟他讲完，可是你知道吗？你要有这种智慧，你要怎么样？你要好好念书嘞。因为他不想念书，他说牧师，我成绩我这次国文好像考几分，他就跟我说，他开始对他的念书有一点点的那个什么，他期待有一些成就。我就说牧师告诉你们现在念不好，不是真的念不好，而是你们没有好好用心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我们要多鼓励他们，要往好处想。当然，现在进入国中，你对自己的成绩有没有信心？看起来好像没有。有没有信心？不知道，要有信心。刚刚牧师讲那么多，就是受害者心态，懂不懂？你要脱离。即使我现在不好，但是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懂不懂？办不办得到？就像你在钓鱼一样啊，不是吗？今天牧师证明了很多事情给你看哦，有没有发现？重点不是钓竿，重点是那个人，懂我意思吗？懂了吗？如果你的方式不对，你的态度不对了，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得心应手。可是你只要方法对了，告诉你这个经验告诉你没有替代性，你就好好把它学起来。这个经验就会帮助你，无论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得蒙祝福。所以呢，对不起哈，我们要提升自我。上个礼拜我们讲说，我们要提升自我生命的效能。如果没有听过的，请看一下。私下再去听看看上个礼拜牧师说，怎么样提升自我生命的效能？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是否还活在一个什么受害者的循环里面。如果你一直想说，我想要我自己可以，像牧师说，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可是我自己却生活当中，我就这个没办法啦，这个没有用啦，这个怎样？你还是没办法，懂我意思吗？你要提升自己的效能，你会开始有目标。可是当你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自己好烂哦，自己真的很不行。我告诉你，跟你旁边的朋友说，自己不好、缺点的地方要改变。来，快说，自己不好、缺点的地方要改变哦，就这么简单，很简单，不好的地方就改就好了啦，没有什么困难的，懂不懂？好，所以呢，很多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听过？好，我要告诉你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了解的是，身不由己是因为怎样？我觉得是一个人不聪明。人在江湖又如何？不是吗？懂吗？我今天在一个很坏的环境，都是坏人。牧师在当兵的时候，我当宪兵，我记得我刚进去新训中心的时候，都有学长学弟制。我记得我的同梯的好朋友，他比我早，他还是二兵，他就告诉我说：“委员，我跟你说，那里面有些学长他们都会抽烟，你不要去抵触他们，你就好好的顺他们就好了，然后呢，我记得那一次他就在我旁边，学长就在我旁边，然后他要上去，他旁边有一个学长，楼上也有一个学长。我在上面，他在下面，那个老兵都睡下面，然后新兵都睡上面。然后我要上去的时候呢，看到学长在抽烟，如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如果我不喜欢抽烟，可是我看到我的学长这样子，我会怎样？就像我刚刚那个同梯的可能比我早进去，他告诉我，你不要去抵触那些学长。在教会，在我们人跟人之间有没有这种提醒？有没有？有啦，你就不要去碰啦。身不由己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不聪明。你知道我怎么跟我学长讲吗？我说学长，抽烟感觉是什么？他说：“安娜，你想不了解哦？你想抽吗？”我说：“没有啦，我没有要抽啦，我只是想说了解一下抽烟那种是什么感觉但是还是鼓励学长你不要抽啦，抽了对身体也不好，你嘛知呀。”我就笑笑，你嘛知呀。你若要抽烟你若要抽的其实我带你去，我请你喝一杯饮料了。他说：“你这学弟袂歹真会讲话你有没有发现，环境就不一样了？人在江湖，有没有？你真的身不由己吗？其实不是，是人不聪明。这样懂了吗？我觉得人的态度，不管在坏的环境底下，你一定要有智慧，怎么样去应变？因为这种态度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保罗说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基督成型的样子啊？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啊，可是不一样在哪里？讲不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在国中时期，其实我也曾经遇过好的家教，我也遇过好的老师，遇到好的环境。可是很奇怪，我的成绩就是不好，我成绩真的不好。可是我觉得我只要尽心，我会学到我应该学的能力。所以现在牧师也在重新在看待这些国中生他们的课业的时候，说真的，我并不是真的可以有办法再辅导他们，但是至少方法我可以辅导他们。所以环境别人可以影响我，我们可不可以发挥好的影响力？可不可以？是可以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别人可以影响你，你也要可以影响别人。别人可以影响你，你也要可以影响别人。好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节，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2节。至于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你要远避这一切，要追求正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在信仰的竞赛上，要尽力奔跑，为自己赢得什么？永恒的生命。你有没有生命啊，云姐？你来到教会有没有生命啊？要不要得到生命？要不要得到生命？还是得到让我们被西北瓦黑的生命？当然要得到有活力的生命，懂吗？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不只是活力而已，要圣经里面所讲永恒的生命。什么是永恒的生命？即使你遇到困难，你依然可以活下去的力量。这样懂不懂？所以呢，后面讲什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注意继续看好好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蒙上帝呼召，在许多证人面前公开宣认了那美好的什么信仰。所以基督徒，我们希不希望能够把这个美好的信仰分享出去？要啊，但是要的话，就是必须要怎么样？就是前面所说的，这样懂了吗？要怎么样？是真的有那种，要有那种上帝上面说的，追求正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而且要在信仰的竞赛上面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加油比赛。我觉得基督徒也是可以比啦，但是不要互相比来互相弯给啦，不要了，可以比较，因为你说不比嘛，不可能，你不比，别人也会跟你比，真的人家说，你卡龙没在祈祷，我让我在祈祷呢，有没有？他就在比啦。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比才来祷告，而是说我们互相彼此激励、勉励。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在信仰的竞赛上。你有没有尽力奔跑啊？有没有尽力好好祷告啊？他真的那真的就像在比赛啊！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命的这个运动场上我们真的尽心尽力
其实不是只有你都知道，有尽心尽力的在运动的人，他就特别健康，有没有？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好好的健身呢？信仰没有在好好的激励，我觉得真的我们会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散漫，甚至越来越松散。对，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要怕比较，而是要在互相彼此激励的同时，你不要说那是你啦，你好好冲吧，我已经这个年岁了，我也差不多该休息了，不要这样。牧师曾经分享过，我车祸是怎么来的，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我多么希望可以好好休息，真的下个礼拜就车祸了，而且真的好好就躺在床上。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我非常看待有一些传道人，甚至有一些同工，他非常热心积极的好好在服侍神。就像这段圣经解说的，我们来看和本，他说什么？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呼召，也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期待我们，现在国家经历了非常大的危险，可能会战争，但是在战争的同时，我记得有一个候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那个投了哪一党，那个国家就怎么样？青年上战场，投了哪一党，国家就什么？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去反思，身为台湾人，难道不应该要好好保护国家吗？懂我意思吗？即便遇到困难，难道不应该要尽一分心力吗？你的家人有人受伤了，被打了，你会不会为他出口气？也会呀。赶快去报警，该做什么处理还是要处理啊，懂我意思吗？如果没有，那你可不可以为你自己出口气啊？可不可以啊？你的生命不是为别人活的，你要为你自己而活，懂了吗？好，求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学到我们许多生命需要学习的功课，也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活得像过去的生命一样，是落魄，是软弱，是缺乏信心，甚至活在过去的失败主义里面。我们更需要活出靠主得刚强、有盼望的生命。虽然这个盼望看起来遥遥无期，但是我们的生命更需要忍耐跟等候。求神圣灵亲自引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奇妙计划，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全新有盼望的生命，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我们再次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年轻朋友，还有每一位的同工交托仰望神，愿主你赐给他们信心、喜乐跟盼望，也恳求你赐给他们一颗良善的心，透过学习装备自己，能够更合神的心意，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也求主你继续保守在下个礼拜要面对考试的这些大学生嘉欣还有张岩恳求神玉心，我们都恳求神赐福他们在考试当中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预备他们的功课，好好的做美好的预备，用成绩用他们的行动来见证神。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好也祝福每一位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愿主的平安赐福大家。我们在同一时间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经历神的平安与喜乐。平安。